致全人類的慈悲信息。地球上的人們，同族人類的人女，同呼吸一線的兄弟姐妹，幾個世紀以來，苦多人被暴力、恐懼、衝突以及分裂人心的幻象爽導、欺騙或傷害。人類歷史中不乏痛苦、復仇、憤怒或苦難取代愛、和平與相互尊重的時刻。即使在今天，有些人仍然在那些聲稱能夠掌控魔形之力、召喚亡靈、操控靈力或解開彼岸奧秘的修行或信仰中尋求答案。但這些道路有時源於痛苦或迷茫，並非總能通往光明。這則信息是一份溫柔、謙遜而充滿慈悲的邀請。人類的誕生並非為了自相殘殺，任何男人、女人、孩子都不應遭受暴力、仇恨或復仇。尊重生命是所有民族的神聖基石。當一個人給另一個人帶來痛苦時，全人類都在流血。飽受戰爭、不公、衝突或背叛創傷的靈魂，背負着沉重的記憶。無論人們信仰煉獄、靈性試煉、淨化輪迴旋是重生，苦多傳統都認同一點：靈魂需要和平、寬恕，需要祈禱、光明和慈悲的陪伴。召喚亡靈，強迫他們回歸，或讓他們沉溺於過去的傷痛之中，既不能治癒生者，也不能治癒逝者。相反，這些做法會重新喚起他們的痛苦、恐懼或傷痕累累的回憶。願每個人心中都為所有受苦的靈魂、所有犯過罪的人、所有受害者、所有仍在尋求光明的人，獻上一份和平的祝福。祈禱、愛與寬恕是超越時空的饋贈，他們減輕靈魂旅途中的重負，撫慰生者，緬懷逝者，並治癒人類。願世人銘記：光明勝過黑暗，慈悲勝過復仇，和平勝過恐懼。願神聖之愛，無論信奉何種靈性傳統，指引受傷的靈魂走向療癒，指引生者走向友愛，指引地球走向和平時代。願淨化、寬恕與重生的循環在智慧與慈悲的照耀下熠熠生威。